咁之前咧，我喺嗰陣時咧話呢一個咧有潮水嘅地方有潮之州，後邊咧嗌做潮州。咁以前嘅潮州就同依家嘅潮州市係唔一樣嘅，包括咗三大區域，都係包括咗我哋嘅汕頭呢個位置。咁汕頭咧陣間咧，我哋要依家我哋行喺呢一個拓石風景區咧，我要掉頭嘅掉頭陣間經過呢一個拓石嘅大橋去到呢一個金城區呢一個叫做小公園。咁小公園咧，可能有啲朋友話：，但係我行公園冇咩好行嘅喎，咁樣咁呢個公園咧就唔係指我哋嘅平日去行嘅呢一個公園啦。陣間咧因為咧我哋泊車唔方便嘅，係啦跟住強仔帶到大家去到呢一個嗰個中山紀念亭之後，係啦各位朋友咧先至係自由發揮嘅喎。因為咧到時咧。呢一個街區咧，佢幾條街喺度咧，行下都幾易蕩失路嘅。到時我哋亦都喺呢一個中山紀念亭呢一個位置去集合嘅。要留意啦，到時阿強仔同大家去講翻咯喎。講到呢一個中山嘅紀念亭咁亦都係紀念咗100年嘅商鋪話咧汕頭咧以前喺100年之前嘅嗰種咧之前嘅商鋪咁繁華嗰種景象。成千幾棟嘅呢一啲嘅騎樓建築物，係啦，佢係應該係全國最大嘅騎樓建築群，係啦咁係圍繞住呢個中山紀念亭咧呈呢一個放射狀即係話咧陣間咧我哋有5條街有5條街叫做四永一星坪5條街永漢街、永和街、永泰街咁樣星平路咁樣跟住咧我哋2個鐘到啦。因為我哋晚餐係自理㗎嘛，食自己㗎嘛，係咪啊？2個鐘夠唔夠啊？陣間同大家去介紹下有啲咩好嘢嚟到汕頭嘅小公園，周邊有啲咩特色嘅汕頭特色嘅呢啲美食可以揀得到，可以去品嚐得到，係啦睇翻時間啦，我哋陣間預計到15分到5點15分或者20分到咧，可以講得到去到呢一個汕頭嘅小公園因為咧嗰邊泊車唔方便嘅，強仔帶到大家入去呢個街區入邊，係啦咁入到街區入邊咧中意影相嘅朋友呢一個小公園咧，佢好有嗰種民國建築嗰陣時好多依家民國建築去攞景咧多數呢個小公園係有嘅。即係以前咧民國初期嗰陣時嘅獨有嘅，以前南洋或者係東南亞嗰種咧融合咗中國呢一邊嘅建築嗰種嘅樓層嗰種風格係啦差唔多就20-30年代啦嗰陣時啦嗰啲樓層就會夜晚咧有燈光點綴咧係好靚係圍繞住呢一個小公園，即係圍繞住呢一個中山紀念亭係啦去建築咁跟住咧我哋當地有啲咩特色嘅美食，首推